65至75歲黃金10年，你必須做好呢5個殘酷準備。好多人一世勤勤力力，捱過讀書，捱過打工，捱過搣落仔，捱過供樓，以為捱到65歲退休就可以鐵底鬆弛，安享晚年，以為往後日日都喺飲茶、行公園、睇戲、旅遊的快活日子。但係絕大部分香港、廣東長者過咗65歲先至會醒，原來65歲到75歲呢10年先係人生最真實、最現實、最冇得走嘅黃金10年。呢10年唔係俾你冇節享樂嘅10年，而係俾你最後一次整理人生、鋪排晚年，決定你80歲之後係躺姿病床、看人面色過日，定係自由自在、有尊嚴養老嘅關鍵10年。呢個年紀，仔女已經大個獨立，唔使你再操心養育，工作已經落幕，唔使再捱夜應酬、看人臉色，身體仲未徹底衰退，仲有行動能力同自理能力，積蓄仲有剩，唔使即刻伸手求人，係人生餘生入面唯一一段自由最多、速食最少，仲有得選擇，仲有得補救嘅黃金窗口期。但係呢份黃金背後藏住極其殘酷的現實，好多長者就係因為睇唔穿呢層真相，以為退休就係享福，日日日日放縱，日日逃避問題，唔做規劃，唔做準備，結果10年一晃而過，踏入呢15歲之後，身體突變，錢財耗盡，親情疏離，心智戰廢，瞬間由自在長者變成無助老人。晚年年為被照顧、被安排、被遺棄嘅被動狀態，我哋身邊太多呢類例子。60幾歲仲精神飽滿，四圍去玩；75歲後突然體弱多病，手停口停，無人傍身，落差大到難以接受。其實從來都唔係運氣問題，而係65至75歲呢10年，你偷過嘅懶、逃避過嘅問題、忽略過嘅準備，都會喺75歲之後一分一毫加倍奉還。好多人成日講養生、講退休規劃、講晚年幸福，但大多數都係空泛心願，唔係落地嘅準備。真正嘅晚年，從來唔係靠奇攞、靠運氣、靠仔女孝順，而係靠你喺黃金10年入面主動做好5個最殘酷、最現實、最唔想面對但必須面對嘅準備。呢5件事聽起身深深冷酷，甚至有啲消極，但係淨係呢5件事決定咗你晚年有幾多自由、幾多尊嚴、幾多安穩。呢篇文我用最地道、最貼地嘅粵語同大家講透，唔講空道理，唔講心靈雞湯，只講每一個6絕5力長者必須認清嘅真相，每一個決定晚年命運嘅關鍵鋪排，第一個殘酷準備，接受身體不再抗造，放棄逞強，建立一套低調穩陣可持續的身體保養體啊！65歲之前，我哋嘅身體好似一部新淨機器，偶爾捱夜，偶爾暴飲暴食，偶爾勞累過度，偶爾受風受寒，休息幾日就可以還原。就算有小毛病都唔會放在心上，總覺得自己頂得住，捱得起，冇問題。但係過咗65歲，人體機能會迎嚟斷崖式變化，呢個係科學證實，人人無一例外嘅生理規律，唔係你心態好、意志強就可以逆轉。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長期跟進老年群體研究發現，65歲之後，人心血管風險、骨質疏鬆風險、認知退化風險、感官衰退風險都會直線上升。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多數無明顯症狀，卻會悄悄侵蝕5臟6腑，慢慢拖垮整個身體狀態。最殘酷嘅真相係65歲之後，你嘅身體已經冇自愈能力，只剩低累積傷害。年輕人跌一跤、傷一處，捱幾晚夜，很快就能恢復。但65歲之後，一次逞強提重物，一次長途暴走，一次通宵睇波，一次生冷暴食，一次無視小病小痛，都可能成為永久傷患，甚至成為晚年長期病痛嘅源頭。好多長者晚年嘅腰傷、膝痛、氣管病、心臟問題，全部都係黃金10年入面不斷逞強、不斷透支累積出嚟嘅結果。
更無情嘅係，好多長者仲保留住年輕時嘅心態，覺得自己仲好硬朗，仲好得唔服老唔認老，處處同自己較勁。行山要行最陡嘅路，做家務要做到極致，幫仔女驗綠孫唔肯休息，有病唔肯睇醫生，痛極都死頂，覺得忍一忍就過號。呢種逞強係晚年最大嘅隱患。65至75歲嘅養生，從來都唔係追求長壽，而係追求保元氣、保行動、保自理。呢10年你唔需要狂做劇烈運動，唔需要節食減肥，唔需要挑戰身體極限，你最需要做嘅係徹底戒掉所有透支身體嘅壞習慣，建立穩定溫和可堅持嘅保養模式。首先要徹底服老，永遠唔好逞強，唔好逞強搬重嘢，唔好逞強長時間站立做家務，唔好逞強遠行步走，唔好逞強捱夜，唔好逞強硬吃油滋生冷嘢。其次要跟從生理節律作息，國家衛健委專家明確建議，老年人夜晚10點至11點入睡，清晨5至6點起床，固定作息時間，順應老年人褪黑素提前分泌嘅生理特點。呢個唔係死板規矩，而係保護五臟六腑嘅基礎。飲食方面要徹底改變年輕時嘅飲食習慣，減少精緻、舊粉、重油重鹹、醜製食物，多補充優質蛋白、新鮮蔬果，學會7分飽，少刺激，多溫潤。從此之後食飯唔係為咗口腹之中，而係為咗補充營養、穩定體質。運動方面唔好盲目跟風行山、快跑、跳廣場舞。真正適合長者嘅運動係溫和持續嘅有氧訓練，譬如睇簡單肌力訓練，每日半個鐘緩步太極8段錦，每週2-3次簡單握力抬腿訓練。存住肌肉量就係存住生命力，存肌肉比存金錢更重要，絕對係老年養生真理。最重要嘅係建立定期體檢習慣，每年必做血壓、血脂、血糖、骨密度、視力、聽力綠查，有慢病就規律覆診，按時食藥，永遠唔好覺得冇痛冇病就唔使檢查。老年大病從來都係隱性發展，發現症狀時多數已經錯過最佳治療時機。你要記住一句最現實嘅話：65至75歲，身體穩定先係你最大嘅資本。呢10年你保住自理能力，保住行動自由，保住無大病叢生，你先可以有尊嚴、有質素地過晚年。一旦呢10年透支身體，75歲之後知床行動不便，努力衰退，就算你有再多錢、再多物質，都只會變成折磨。呢個係每一個長者都要提前認清嘅殘酷現實。第二個殘酷準備，接受仔女靠唔住，徹底完成經濟獨立，建立絕對可控嘅老後金錢體。係好多中國父母、廣東父母一世嘅心結都係子女。年輕時懷生懷死，為仔女讀書，為仔女置業，為仔女結婚，到老咗仲係習慣性奉獻，無底線付出，心入面永遠抱住一個念頭：我對仔女好，我老咗佢哋自然會養我，會照顧我，會陪我。但係65歲之後，你必須清醒接受一個極殘酷嘅真相：晚年最大嘅風險就係將自己嘅命運、生活、醫療起居全部拱喺仔女身上。我唔係話仔女不孝順、唔知恩，而係時代變咗，壓力變咗。而家中年仔女上有老下有細，要供樓，要養家，要應對職場壓力，要識承受社會競爭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難關同生活重擔。你可以期待仔女有孝心有心意，但你絕對唔可以依賴仔女有能力、有時間、有精力全方位照顧你嘅晚年。孝心係心意，照顧係能力，兩者從來都唔等同。好多長者晚年失望、傷心、心寒，從來都唔係仔女變壞，而係自己錯誤高估咗仔女嘅承擔能力，錯誤將自己嘅晚年安全感全部寄託喺他人身上。65至75歲黃金10年，你最必須做嘅財務準備就係徹底切斷靠仔女養老嘅幻想，建立完全屬於自己絕對掌控嘅老後財務體系。
首先要做嘅就係停止無底線資助仔女，停止為仔女兜底。好多長者退休金積蓄一生辛勞儲落嘅錢，喺60幾歲呢段時間被仔女壯耀買樓換車、搣落仔周轉等各種理由慢慢耗盡，自己就捱住慳住節衣縮食，以為係幫仔女，其實係斷自己晚年後路。你要明白，適度幫襯係親情，無底線透支自己就係愚蠢。你嘅養老錢、醫療錢、應急錢係你晚年最後嘅防線，一旦掏空，冇人可以幫你補返。其次要整理自己所有資產，做到財務清晰、風險可控，將自己嘅存款、退休金、物業、保險全部梳理清楚，分開3部分規劃。第一部分係日常生活費，穩定支取，保障基本起居飲食。第二部分係醫療應急金，專門留起，絕對唔動，應對突發病痛、檢查治療。呢筆錢係救命錢，無論仔女點樣求助，無論遇到咩小事，都絕對唔可以挪用。第三部分係低風險穩健增值資金，唔好再追求高風險投資、炒股、炒樓、投高回報理財。老年理財嘅核心從來都係穩陣，唔係賺大錢，可以選擇國債、銀行穩健、理財等管道，慢慢增值保值為主。同時要學會為自己使錢，呢個係好多長者最難突破嘅關口，一輩子慣咗眼嗌，慣咗儲，慣咗將最好嘅留俾家人，到老咗依然唔捨得食，唔捨得着，唔捨得使錢喺自己身上。但你要清醒明白，65歲之後，錢唔係用嚟儲，而係用嚟換舒服、換健康、換自由、換尊嚴。捱咗大半世，你唔需要再為任何人委屈自己，適當食好啲、着好啲，參加健康活動，改善居住環境，請鐘點幫手做家務，呢啲錢絕對唔係使費，而係最穩陣嘅老年投資。寧願自己早早使錢保健康、保體面，都唔好老嚟懷窮、懷病、懷無助，伸手問人錢，求人照顧。仲有一個極其重要，好多人忽略嘅細節，優化自己嘅財產存取架構，將分散嘅銀行卡存單整合，註銷多餘閒置帳戶，只保留1、2個常用帳戶，方便自己管理，亦避免日後親屬繼承手續繁雜，可以提前規劃財產歸屬。寫好遺浪，理清保險受益人，唔好諗住呢啲事好吉利唔使急。老年所有嘅從容都來自提前規劃，臨急抱佛腳，只會留俾家人麻煩，留俾自己遺憾。你要永遠記住，晚年最大嘅底氣，從來都唔係仔女孝順，而係自己有錢，自己有儲備，自己有掌控權，有獨立經濟，你先可以唔看人面色，唔受人情經價，唔被生活拿捏，真正活得自在有尊嚴。第三個，殘酷準備，接受人情聚散無常，斷捨離無效社交，重建簡單乾淨嘅晚年人際圈。人一輩子前半生都喺度經營人際關係，同同事打好關係，同朋友維繫情誼，同親戚禮尚往來。為咗生存，為咗機會，為咗人情世故，就算唔中意嘅人，無謂嘅應酬，都要硬住頭皮參與敷衍維繫。好多人覺得朋友越多，熟人越多，人脈越廣，晚年就越熱鬧，越有福氣。但係65歲之後，你必須接受第二個殘酷真相，大部分人情、大部分社交、大部分聚會都係無效消耗，只會擾亂你嘅心，消耗你嘅精力，影響你嘅情緒。退休之後，你已經脫離職場，脫離名利場，不再需要靠人脈揾工、揾機會、揾資源。以前為咗生存維繫嘅社交，為咗面子參加嘅聚會，為咗人情應付嘅往嚟，全部都已經失去意義。好多長者退休之後，日日去聚會，日日去傾偈，日日去結識新朋友，看似熱鬧開心，實則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喺是非八卦、攀比炫耀、無謂拉扯之上。有人攀比仔女出色，有人攀比退休金高低，有人攀比屋企條件，有人搬弄是非、傳閒話。呢種社交不單止唔會帶來快樂，反而會令你心態失衡，煩心事增多，情緒反覆。
嚴重影響晚年心境同健康。60瓦至75歲黃金10年最值得做嘅人債準備就係徹底社交斷捨離，大規模減少無效社交、無謂人情、無聊聚會，將有限嘅時間、精力、情緒留俾真正值得嘅人。同時首先要遠離所有消耗你嘅人，遠離中意攀比、負能量滿身、成日抱怨嘅人，遠離中意搬弄是非、講人閒話、挑撥離間嘅人，遠離只會揾你幫忙、揾你着數，從來唔會真心待你嘅人。呢啲人年輕時應付無可奈何，年老之後絕對冇必要再遷就，再包容再來往。其次要接受人情聚散無常，唔好再執着人緣好、朋友多。人老咗，朋友只需要精，唔需要多幾個，可以真心傾偈，互相體諒，唔攀比，唔較，閒時一齊飲茶、行山、病史，互相問候扶持嘅老友，一個知心伴侶，幾個懂事體貼嘅仔女，已經足夠撐起你所有嘅晚年熱鬧。太多泛泛之交、表面人情，只會成為負擔，唔會成為依靠。與其花時間維繫幾十個普通熟人，不如用心經營幾段珍貴、乾淨、舒服嘅關係。更重要嘅係要學會習慣孤獨，享受清靜。好多長者晚年最大嘅恐懼就係孤獨，驚冇人陪，驚冷清，驚被孤立，所以先至不斷追逐社交、追逐熱鬧。但係你要明白，晚年最高級嘅生活狀態，從來都係熱鬧不探，孤獨不慌。65歲之後，你已經有足夠人生閱歷同內心沉志，你可以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散步，一個人睇戲，一個人打理生活，唔需要靠外界熱鬧填補，內心空虛。當你學會享受清靜，遠離是非，放下人情執念，你先會發現晚年最大嘅福氣就係少煩心事，少人際糾紛，少情緒波動，日日心安，日日平靜。與此同時，要用心經營身邊最核心嘅兩段關係，伴侶同至親老友。年輕時夫妻總是爭吵計較，互相嫌棄，覺得對方唔夠好，唔夠體諒，唔夠體貼。但係去到65歲，你就會明白，世間所有親情友情都可能疏遠，仔女有自己嘅家庭朋友，有自己嘅生活，唯獨老伴先係你晚年朝夕相對、患難與共、陪你到老嘅頭號搭子。黃金10年入面，少啲爭吵，少啲計較，多啲包容，多啲陪伴，好好識身邊人，先係最真實嘅晚年幸福。對於真心相待嘅老友，閒時多聯繫，多相聚，多關心，互相扶持，互相陪伴，遠離虛寄人情，留住溫暖真情，你嘅晚年先會越嚟越舒服，越嚟越順遂。第4個殘酷準備，接受人生無回頭路，放下執念，戒掉情緒內耗，重塑晚年心態。人之所以活得攰、活得唔開心、活得糾結，從來都唔係生活太苦，而係心態太重、執念太多、內耗太嚴重。前半生我哋為咗名利、為咗得失、為咗人情、為咗遺憾，執着太多、計較太多、糾結太多。有人執着當年嘅選擇，有人執着曾經嘅委屈，有人執着別人嘅對待，有人執着未完成嘅心願，有人執着仔女嘅成就。來來回回，反反复复，將自己困喺過去同內耗入面，無法自拔。但係去到65歲，你必須清醒，認識一個最殘酷亦都最解脫嘅真相：人生已經過咗大半，所有遺憾、所有委屈、所有錯過、所有不公平，都已經無從改變、無從補救、無從重來。過後嘅一切，無論好與壞、得與失、愛與恨，都已經成為定局。你再點樣糾結，再點樣後悔，再點樣執着，都只會折磨自己、消耗自己、蹉跎自己最寶貴嘅黃金10年。老年最大嘅愚蠢就係拿已經過後嘅事，療罰而家嘅自己，透支未來嘅日子。60至75歲呢10年係你人生最後一次徹底放下內耗、重塑心態、重新活過嚟嘅機會。呢個階段之後，你嘅心智、精力、體力只會越嚟越差。一旦呢10年繼續糾結、繼續抱怨、繼續內耗，
你嘅餘生只會充滿陰霾、煩躁、痛苦，冇一日安穩舒心。所以你必須強迫自己做到幾件事，放下對過去嘅執念，無論當年幾多遺憾、幾多委屈、幾多不甘，統統放下翻篇，不再回望人生一世。有得必有失，有緣必有缺，冇人嘅人生係完美無瑕。與其糾結無法改變嘅過去，不如珍惜尚且自由、尚且健康嘅現在，放下對他人嘅期待，唔好再期待仔女完全順你心意，唔好期待親人100%體諒你，唔好期待朋友永遠不變，唔好期待生活一帆風順。世間所有人都有自己嘅性格、自己嘅選擇、自己嘅人生，你改變唔到任何人。唯一可以改變嘅，只有自己嘅心態同睇法。期待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放下期待，接受不完美，你先可以遠離煩惱，婉轉痛苦。同時要戒掉抱怨，戒掉負面思維。好多長者退休之後，日日抱怨，日日嘆氣，日日覺得自己唔好彩，生活唔如意，別人對自己唔好，但係抱怨從來都唔會改變任何現狀，只會令自己情緒低落，氣息變差，體質變弱，運氣越嚟越差。科學研究證實，長期負面情緒、焦慮、抑鬱、頻繁內耗，會直接加速認知退化，削弱身體，免疫力大大增加，老年病發病率。與其成日睇住缺陷、睇住不足、睇住不如意，不如學會感恩，學會知足，學會睇好處。你仲有健康體魄，仲有自由時間，仲有穩定退休金，仲有投身之所，仲有身邊親人，已經比世間無數人幸福太多。與此同時，要為自己建立晚年精神寄託，唔好將自己所有注意力、所有情緒、所有生活重心全部擺喺仔女同家庭身上。好多長者一退休就淨係掛住仔女、掛住孫兒、掛住家務，冇自己嘅興趣，冇自己嘅生活，冇自己嘅追求。一旦仔女疏遠、孫兒長大、家務清閒，就頓感空虛、迷茫、失落。黃金10年，你一定要培養屬於自己嘅興趣愛好，建立屬於自己嘅精神世界。可以學寫字、畫畫、養花品茶、聽曲、散步、攝影、研究烹藝，甚至學用智能手機、學剪片、學網絡知識。神經科學研究證實，持續學習新事物，保持大腦活躍，可以令大腦海馬體積增加2%，有效延緩認知衰退，預防腦退化。每日留時間俾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事，唔好為他人活，唔好為亂事活，為自己活一次。你要永遠記住一句話：晚年活得好，從來唔係靠環境、靠他人，而係靠心態心歡，日子先會順心靜，身體先會健，心滿人生先會福。第5個，殘酷準備，接受生命有盡頭，提前鋪排身後事，做到嚟得坦然，去得從容。呢個係5個準備入面最殘酷、最唔願意面對、最多人逃避嘅一個，但亦都係最真實、最必要、最能夠保障你晚年尊嚴嘅一個。中國人傳統觀念向嚟忌顏講生死、講身後事，覺得唔吉利、唔好意頭，總覺得自己仲好後生，仲有大把時間，遲啲再諗，遲啲再準備都得。但係65歲之後，你必須徹底打破呢個迷信，清醒接受一個所有人都逃唔過嘅終極真相：生命有盡頭，人人都會老，都會病，都會走，冇人可以例外。65至75歲唔單止係養老黃金10年，亦都係人生最後一段有能力、有思維、有行動力去安排自己後事嘅窗口期。一旦錯過呢10年，踏入75歲之後，好多人會體力衰退、思維遲用、行動不便，想要安排都無能為力，最後所有事都只能任由他人安排，任由子女爭執，任由命運擺佈，自己臨老冇任何掌控權，失去最後嘅尊嚴。提前安排身後事，從來都唔係消極，唔係悲觀，唔係自己就自己，而係最大嘅清醒，最大嘅負責，最大嘅通透。對自己負責係確和好自己晚年有病有醫有尊嚴，唔被過度醫療折騰；對家人負責
係避免自己離開之後，家人因為財產、醫療、力壯、領養等問題嘅爭吵反目，久憤不休。首先要提前諗清楚自己嘅醫療底線，建立屬於自己嘅老年醫療原則。65歲之後要明白一個道理：老年治病求穩、求舒適、求品質，唔求硬撐，求極端搶救。好多老人家最後嘅痛苦唔係來自病痛本身，而係過度醫療、盲目搶救、插管切喉、ICU 搶救、反覆手術、長期住院折騰，不單止耗盡畢生積蓄，更會令自己喺最後時刻飽受折磨，失去所有尊嚴，躺喺病床之上，無法言語，無法活動，任由擺佈。你要提前同老伴同仔女講清楚自己嘅底線，小病及時調理，慢病規律，控制大病量力而為。能門診就唔住院，能藥物調理就唔手術，能保守治療就唔極端搶救。健康係揾出嚟嘅，唔係搶救出嚟嘅。晚年醫療嘅核心係保住生活品質，而非盲目延長生存時間。其次要清晰梳理財產分配，寫好合法遺浪，唔好覺得財產早晚都係仔女嘅，唔使急。人性最經唔起考驗嘅就係利益。好多家庭平日和和睦睦、孝順體面，一旦老人離世、財產掩空，即刻反目成仇，兄弟姊妹爭產，互相指責，撕破臉皮，輩分情分諾言無存。呢啲悲劇日日都喺身邊上演，從來都唔係個例。提前寫好遺浪，清晰分配財產，釐清權責，交代好債務、保險、存款、物業，唔係唔信任仔女，而係用規矩保護親情，避免爭端，留平安俾後人。同時要提前交代自己嘅食葬意願，簡單體面，唔鋪張，唔麻煩後人，按照自己心意安排。唔好臨終先至任由他人做主，仲要提前做好失能預案。呢個係好多長者完全忽略，但係極其重要嘅準備。你要預先諗好，萬一自己日後中風、認知退化、行動不便、失去自理能力，邊個照顧？點樣照顧？錢點樣用？居住點樣安排？係居家養老定係去養老院？點樣避免被虐待、被忽略、被孭削？提前規劃、提前交代、提前安排，先可以確保好自己。就算最壞嘅情況發生，都有兜底、有保障、有尊嚴，唔會因為任人擺佈嘅弱者。最後要學會坦然面對生死，唔恐懼，不逃避，不執着。人生一世，有來有去，有始有終，係最自然嘅規律。65至75歲嘅通透就係明白，好好活在當下，好好保養身體，好好經營日子，好好善待身邊人，盡量延長健康快樂嘅時光。與此同時，坦然接受終局，提前鋪排後事，做到心中有數，臨事不慌。呢種通透先係晚年最高級嘅智慧。講完呢5個殘酷準備，我相信好多人會覺得知心現實，甚至有啲難接受。但我必須真心話講一句，正因為呢5件事夠殘酷、夠真實，先可以救你嘅晚年，保你嘅餘生，護你嘅尊嚴。65至75歲呢10年係你人生最後一次逆轉晚年命運嘅機會，你好好做身體準備。適合5歲之後就冇病冇痛，行動自由遊。你好好做金錢準備，適合5歲之後就經濟自由，唔求人唔受氣。你好好做人就係心態準備，75歲之後就心無煩憂，日日舒心。你好好做身後事準備，75歲之後就進退有道，從容淡定。反之呢10年你繼續逃避，繼續 hea， 繼續逞強，繼續依賴，繼續內耗，繼續唔做規劃，時間一定會狠狠教訓你。75歲之後，身體崩塌，錢財耗盡，親情疏離，心態變廢，冇人兜底，所有嘅苦，所有嘅累，所有嘅無助，都要你自己一手承擔，默默承受。晚年從來都唔係突然變苦，而係黃金10年日日偷懶、日日逃避累積出嚟嘅結果。晚年亦都唔係突然變甜，而係日日自律、日日規劃、日日準備換翻嚟嘅從容。最後送俾所有65巴克嘅朋友一句心底話：人生下半場
拼嘅唔係成就，唔係名氣，唔係財富多少，唔係仔女幾多出色，拼嘅係身體，拼嘅係心態，拼嘅係底氣，拼嘅係規劃，拼嘅係尊嚴。好好把握呢短短10年黃金窗口期，咬緊牙關做好呢5個殘酷但必要嘅準備，放下執念，守住健康，掌控金錢，簡化人情，鋪排後事。唯有咁，你先可以真正擁有一個無憂無慮、有自由、有尊嚴、有品質嘅幸福晚年，安然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最珍貴嘅時光。